接咱来看135首，135首救主，愿你做我牧者。阮由原唱选手第1节到第3节。搁线接，咱来唱355首，355首，阮担自诗甲主坐倒，吼，咱由原唱3节，吼，来。
落尾吼，咱来看387首上咏，咏光归圣地上帝。好，咱唱一摆。吟诗学到到遮。这时礼拜开始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上主的罗卜啊，恁着称赞，称赞上主的名，愿上主的名受称赞。对即时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咱做伙来吟圣诗26首，圣诗26首，答愿感谢上帝，请起立来吟。Amen.
元徛伫三角鸭头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伫早起时，阮用学乐来朝见你的面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有份通食做你草场的羊，享受你的疼、保守甲平安。感谢你的邀请，互阮做你的同工，成做你祝福万民的器具。互阮伫服侍中有机会用行动来分享你的疼，来反照你的恩光。也因为安尼，伫每一日就拢有对你来迄种更新甲救赎的喜乐。阮感谢你，天父上帝，由你的神帮助阮，通记忆学习你的话语，也对安尼，互阮会通看清楚阮本身的软弱、不足，甲阮的自私、骄傲的本性。当阮因为意爱注目伫世界价值，来迷失家己的时，求你因为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容阮用痛悔的心来翻头跟对你。求你引带阮，互阮离开一切，因为自我中心所犯的罪。阮总是惯势看家己比别人较重要，看家己比别人较敖，就常常活伫怨妒、毋甘愿的苦楚中。求主帮助阮，翻头学习你的教示，用疼人亲像家己，学习意爱人怎样对待咱，咱也着怎样去对待人的教示。若是着好款待人的功课，阮总是做颠倒饼，就是阮好款待家己，却意爱指责别人。求主赦免阮的无知，开阮的目睭，搁一摆明白阮家己，引带阮转来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中。天父上帝，而且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，国会乱象带来人民甲社会不安，对岸对台湾继续不断的扰乱，互阮的心真杂作。主啊，恳求使体贴人心的性情甲阮同在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你的公义通彰显伫即个土地甲人的心中。求主赐福保守台湾，互阮伫毋忘中继续去造即个美好、自由、各为公义、和平的国家。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今年阮要举办设教130周年的纪念甲感恩礼拜。感谢天父上帝，互阮有福分来参与你伫这所做的圣工，以及过去侪信仰前辈所留下遐美好见证的脚印，就是遐侪一遍搁一遍讲袂完见证上主亲手拯救的福音故事。教会产权的恢复，主流教士的收回，宣教中心的改建，每一项拢是见证上主伫即个所在所实行的行动甲恩典。阮中间也有人亲目睭见证这个神迹，就是上帝通过人，互这人教会通亲身体验到的神迹。对安尼，我们要搁一摆来思考。对打以后，未来的130年，我们用什么行动来回应你对这人教会疼甲好？我们亲像圣经所讲，要靠咱的主耶稣的名，要为着逐项代志，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，互相顺服。我们日子伫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款式。成做基督的香味来献互上帝。阮要备办阮家己，像上帝所赐阮的装备，用教会去做成做一个抵御上帝话，认真实行耶稣的教导，用听上帝、听厝边的行动，为即个摆拯救阮本身的福音，伫即个土地做实实在在美好见证教会。今日。阮也要甲主耶稣做伙坐倒，受主的圣餐，这是何等的光荣！
当时，我也要纪念2000年前耶稣伫点点无出声中来受苦受死，为着完成所交代的义，为着听，献上家己来做赎救赎世间人的使命。主耶稣为世间人献上家己的侍奉，照念是为着提醒阮毋通袂记住。所以，除了献上感恩，也提醒激励阮，着军队耶稣的教导，用每一日听上帝、听人、听公义、心存怜悯的生活方式，来回应伊会看无家己的救赎，愿主帮助阮。伫天气变化多端的时，阮也要将一片听中无法度来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，交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甲医治。阮知，阮的祈祷无完全，所以这是阮要学习主耶稣所教示予阮的祈祷文，一声安尼讲：愿你的悲，愿你的感谢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行，你的旨意听，愿实现在你的爱，在你的国度，你在阮在你的国阮的人，我你所爱之事，对我阮的爱，因国阮因根都是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分开信息后面配英文18篇，配英文18篇，这是出自诗篇67篇，咱做伙来起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予阮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上帝啊！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愿万国快乐，充满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，你传世人万国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土地有生产五谷，愿上帝赐福予阮，这是咱来念圣诗135首，圣诗135首，救主，愿你做我牧者，请起立来念。
做伙来祈祷。至尊的天父上帝，你拣选阮做你的家儿，用阳光尊贵，互阮做冕旒。因为这个身份，互阮会当直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，好搭伫你的殿院求问。这是何等的福气，何等的光荣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清去阮的心，圣洁阮的灵，会通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。也恳求你将未败坏的美牛赏赐阮，互阮的灵命日日永驻，通伫属灵的在别加天，搁较一加天，来承接你所应允的福气。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做伙来共读圣经，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。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53章52章13节，上主讲：看咧，我的仆人要做一定会完成，伊一定会受高举，得到荣耀，由高升到至悬。真侪人看到伊会奇怪戆影，因为伊的面貌受损伤，伊的外表无亲像人的款式。安尼，伊会互万国着惊，互列王黄喙，毋敢讲话。过去毋捌领受的人会了解，毋捌听见的人会领悟。53章第1节，咱所听到的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的气力捌对啥人显示？上主互伊的仆人，亲像新的影浮出来，亲像君对大地发出来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威仪通吸引咱，嘛无好看的外貌，互咱通欺负。伊互人看轻，有人气煞，佮受真侪苦难，经历各款病痛。人外头毋看伊，咱表示伊无甲尊重。伊确实是咱的病痛，担当咱的苦难。咱想讲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受苦楚。毋过，伊是为着咱的过失伤害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得罪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着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。上主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，伊受压迫，受苦楚，毋过伊点点无出声。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去抬；亲像羊母，互人剪毛，伊拢无出声。伊受无公道的审判，互人掠去，也无人关心伊的遭遇。伊为着我子民的罪过受逼迫，伊受处死，对人间消失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无讲诡诈的话，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，甲好业人带做伙。但是上主决意，互伊受得罪，受苦楚，互伊通献性命赎人的罪。伊会长岁寿，看到子子孙孙，互上帝的旨意通过伊来实现。经历受苦，伊会看见光，对伊的体验，伊会心满意足。我伊的仆人会互真侪人诚做义人，伊要担当因的罪过。所以，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业，甲强敏的人分赠礼品。因为伊甘愿放杀性命到死，互人日日罪犯的名单。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，
肉体罪犯祈祷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。下面要请新歌队阿萨斯班来献诗，带咱来敬拜。伊要唱的诗歌是《囝的新约》。这是请陈永文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受苦的仆人得荣耀。主来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真感谢阿萨斯班再去领新约这首诗，因带咱来敬拜上帝。咱再去要甲同齐岛来领受圣餐。圣餐确实亲像歌词所讲，就是一个新约，圣的宴席，要显明上帝神圣的听。伊也嘛发出邀请，恁既然邀我心艰苦，就知主会养事照顾，请来坐倒，享受宴席。基督是咱活命的饼，非常水的歌词。咱今仔日读以赛亚书进入到52章落尾，要进入53章。这通讲是以赛亚书一个最高峰的中间的一个，就是咱一般所讲第4首
罗卜的歌，也是罗卜歌内底神学上悬的一首。头前咱读到3首，42章、49章、50章，拢有一首。读到头前3首的时阵，学者较侪伫遐问罗卜到底是啥物人？即个罗卜是咧指啥人？所以咱会记咧进前咱咧讲，有人讲啊，即个就是塞罗斯迄个波斯的皇帝，要来解救以色列人。嘛有人讲，伊就是先知内底的一个，啊是讲毋知影，但是伊是一个理想的人物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咱嘛讲，即个歌会指向耶稣。咱毋知影结论是啥物，但是进入今仔日的第4首，伊有一个无共款的方向。伊咧讲的是即个仆人伊的特质是啥物？到底即仆人伊有做啥物款的工作？伊的特质是啥物？但是当咱咧读即个诗歌的时阵，咱读的时阵感觉袂了解，甚至会感觉着惊，读到会着惊，因为内底讲起迄个去互看轻、去互侮辱的迄个罗卜，竟然互上主甲伊高举，互伊得到荣耀，这是一个真大恶想象转变的过程，特别。迄个罗卜受损伤的面容，即个景象会互人着惊。所以，即个仆人的特质，即个故事，带互咱真大的冲击。做一个读者，咱咧读即段圣经的时阵，也毋望即个经文会当带互咱改变。真特别是规首诗内底，拢用即个外貌。做一个表达的方式，也讲起即个仆人外口生做啥物款，无好看，无威气等等。然后内底佫讲起，佫若会要紧的动词，讲咱通看见，咱通知，咱通看见，咱通知，而且真明显，重点是要为仆人嘛刷到咱咧读的人。咱今日看到、听到即个故事，看到即个仆人，看见伊的形象甲伊的故事，咱敢会当做出告别？讲咱过去嘛有可能看毋到，咱对即个仆人错解，那安尼，咱才会当真正看见仆人对咱的意义。咱来看今日的经文。伊第一段就是52章上尾13节到15节，伫遐上主做出宣告，伊讲看我的仆人一定会成功，伊会受高举，伊到至悬。所以一开始就宣布上主的决心，伊要互伊的仆人受荣耀、受高举。这甲咱读到上尾啊。53章10节到12节的结尾是相呼应的，伫遐嘛是共款讲起要荣耀即个仆人，所以头甲尾拢先做结论，上主要互即个仆人得到高举，但是要用高举的即个仆人是生做啥款？咱会去读内底的本文的时阵，中迄段咱会着惊，因为咧讲起即个罗卜。苦难见效的一生。14节开始，咱就读到讲，这个仆人面貌受损伤，伊的面是破相，咱台湾话有一句话，检测毋是真好听，讲破相，伊的面容受损伤。看到这种面容受损伤的人，咱会安怎反应？咱看的时阵。想要甲眼光煞去，无想要看，但是因为迄个情景太互咱着惊，咱的眼光有时啊敢若煞袂开，所以是一
真特别的一种相拄的经验。咱看到伊安尼，心内想讲太安尼，所以经文讲，互咱感觉奇怪误影，奇怪误影。奇怪误影原文就是着惊的意思。这是讲，一般咱拄着人生拄着灾难，拄着真歹的情景，咱会有这种反应，着惊。所以这首诗歌14节、15节，马上互咱看见一个真特别的反差。华语讲反差，是一种对比，一种对比。这个仆人要用高举到上悬，但是你去看这个仆人的时阵，你才看见讲，伊的外貌受损伤，伊的规个无好形容，甚至讲无亲像人，无亲像人，哇！这句话真重，不像人，无亲像人。这句话带有一种，这个人尊严已经去用剥夺。伊的人格已经去用否定这种的意思，所以到15节底下讲，伊会互万国着惊，互列王掩喙，毋敢讲话。这个对比，这个反差，互看到的人会着惊，连迄个特别是遐坐咧权位的人，而且讲列王看了着惊。这个要去用阿老称赞。高举的落魄，竟然是遮歹看。这个形象对看的人来讲，通讲是过去毋捌想到的，出人意料，甚至想要解释嘛，毋知要安怎解释。所以，伫今日的箴言，52章上尾这3节做箴言，伊会结尾讲一句话：过去毋捌领受的人会了解。毋捌听见的人会领悟，会甲咱提醒讲，今仔这段经文要帮助咱通过受苦这项代志，对无了解变做了解，会当伫遐晓悟、学习、定心认捌信仰的真正的本质是甚物。诗歌真清楚甲咱点出来，上主要高举的路，还是讲要拯救的道路，一定要通过受苦，袂当细过受苦。我无爱受苦，就要得到这个荣耀，无可能。今仔日的经文真清楚甲咱讲，奴仆受苦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安尼看到的人会着惊，但是晓悟会认捌新的功课。咱来进入下面53章1节到12节。到12节，到53章第1节，主事改变。拄仔是上主在做宣告，但呢是咱所听见的，啥人会相信啊？一开始就用咱。这个表达为第1节一直到上尾，拢是用咱，所以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到尾啊，咱嘛要倒转来想这段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启发。所以一开始讲，咱所听见的，啥人会相信？后前咧讲，上主做出宣告嘛，所以听见的人要安怎回应？伫遮点出来，咱听到。咱敢若无要相信，强要无要相信。第2句讲，上主的气力要对啥人显示？同款，上主是有气力的。咱顶一章读到上主的伊的膀臂，伊的手头足有气力的，这就是伊的气力。但是啥人看会到啊？啥人会当认捌上主的气力？所以两句拢讲啥人，表达出一种承认讲我学伫相信，咱毋是，咱无要相信。所以这段经文到尾啊，毋茫听到的人、看到的人，对毋信会当转做相信。
搁落去20到30，诗人用实物的意象有新的意要发出来，为大地有根要发出来，用这来描写这个牧人是脆弱，或是真软正，伊是无互人期待的。经文讲，伊互人看轻，互人气杀，受侪苦难，经历逐款病痛。伊是一个真歹看、无好形象的，嘛无好出身的人。后壁讲，人越头毋看伊，咱藐视伊，无甲尊重。第3节，所以用咱即字的时阵咧讲起罗卜来到家己人的所在，结果家己的人拒绝伊、误解伊，咧讲咱。读到遮，学者 Klaus Westman 又甲咱讲，即首诗你若为第1节开始读到第9节，你会发现讲，伊其实是用罗卜一生做一个主题。第2节讲起伊出世，读到第9节讲伊死，去互逮。所以，而且用这个罗卜一生咧描写牧人的本质。一开始就讲起伊出世就无出名，无显著，甚至通讲是带见笑出世。而且讲伊无形状、无威仪、无好看的外貌。咱讲即个囡仔一出世，就是去互拒绝看轻，伫世间人的眼中一点仔都无伟大。咱今仔会讲，伊是一个 nobody。是社会边缘人，诗人伫遮已经甲咱暗示，开始互咱思考，咱安怎看上帝工作，还是上帝所差派，才会替伊工作的即个人的本质。当咱用一般社会即种看什么叫做水，看什么做有力、有路用。这种观点去看的时阵，咱常常会看袂到上帝工作，因为上帝工作真侪时阵无符合咱这种对水的标准，还是讲对什么叫做有力有路用的这种观点，所以咱看到时阵，咱认袂出来，甚至咱甲拒绝，咱甲忽略，接落去4节甲6节对。即个代志做出一个真有意思的解说，这通讲是今仔日即首诗上要紧的中心啦。看到即个牧人咧受苦，咱有一种误解，咱掠做讲，伊受苦是因为上帝咧甲处罚。咱伫遐读讲，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。而且，诗人用2句话讲：咱受苦，咱受苦。有诶翻译讲：咱掠罪，咱掠罪，伊受苦是去互上帝拍。毋辜后壁讲毋辜，所以咱受苦甲毋辜，即个讲起一个误解到开始咧想，敢安尼？咱掠罪伊是去互上帝拍，毋辜毋是咧。咱搁亲一步想才知，原来伊是替别人承受苦难，伊是一种替代性的受苦。伊咧受苦，毋是因为伊该死，是因为伊要替别人受苦。所以经文伫遮差不多做出一种信仰告白，讲伊确实承担咱的病痛，担当咱的苦难，伊是为着咱的过失。伊是为了咱的过失受伤害。40到6节点出这个开始有一个新的理解的可能。结果，伊这个诗人代替咱伫遐讲出讲，罗卜的受苦安怎？结果带来是医治
平安以及关系的恢复。哦，咱读到足水的这段话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这咱足熟的经文对无？咱若到过活节，受难周到过活节，咱拢要读这段。咱甲这段用伫耶稣身躯顶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治。所以，当咱真正会当巧悟讲啊，我了解毋对去啊，这个新的定心了解，会带予咱一种新的告别、欢喜、确认啊，原来是替咱受苦。也因为安尼，咱接落去，咱读到，伊遐做出信仰告别，伫遐认罪，讲咱拢亲像油卖路，咱拢亲像油卖路。咱每一年伫圣诞节的时阵，有咧听韩德尔迄个弥赛亚，一定会记得即首歌。We all like sheep, we all like sheep。咱拢亲像油。失败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信仰告别，承认家己，毋是家己一个尔，共同承认咱的失败甲错误。不过，伫这段神学的告别中间，最后一句真细腻，最后一句安尼讲：上主将咱众人的罪，拢归伫伊的身上。这句话是嘛是一个信仰告别。上主将咱的罪拢归伫伊的身上，但即句话若无小心解释，伫历史上咱常常看见，这会变做一种代罪羔羊的模式。咱真紧甲就是伊才会安尼啦，所以上帝才甲罪归伫伊的身上。咱敢有权利将罪还是通伤疼？归伫别人身躯顶，这是这段经文咱咧读的中间，提醒咱爱真细腻，毋通读经文的时阵变做是去对别人造成伤害，读经煞变做压迫别人的工具，这是读到这段的时阵爱真注意。搁落去，这个歌还袂煞，70甲90，我进一步讲，这个仆人的遭遇。讲起来是一种无公义的对待，咱的经文讲，伊受无公道的审判。原文是讲公义去用扭曲啊，公义去用扭曲。对伊的一生，你着看见公义去用扭曲。而且讲起伊活的时阵安怎，嘛讲起伊死以后安怎。用掠活的时阵去用掠去。受鞭拍、往处死，这是足大的见象。更较可怕是死以后命运嘛无改变，伊甲歹人大作对，甲好业人大作伙。歹人已经是无好啊，好业人嘛无较大去。因为好业人即字伫先知的文学内底，定定咧讲专门咧去共剥削人的人，遐歹人。所以讲伊死以后呢，嘛甲歹人。大做对，用规做同一类的，通讲不管是活还是死，见效到底。这是讲起伊拄着无公义的对待。第70特别讲，伊受压迫、受苦楚，互人牵去杀。但是呢，两解诗人讲，拢无出声。拢无出声，无出声，成做即个仆人真特别的特质。伊去用扭曲的公义的面，伊用暴力对待的面，一点点无出声。而且咱看见点点沉默，沉默毋是讲会当接受即个暴力，沉默本身是要互迄个暴力安那显露出来。互人看到，这有时咱来讲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抗议啊。
一种控诉。我无出声，无代表我接受。我点点是要互你的不义，互人看到。所以第7节伫遐讲起，伊伫遐面对不义的态度，但是伊点点嘛无为着家己辩护。这是互咱真着惊的所在。第8节嘛讲，减有人关心。减有人关心原文是讲向受会到，啥人受会到？啥人受会到？过一届甲咱带入去到迄个错解的即个主题。大家拢无去想着啊，哪会安尼？所以当点点无声，大家拢想讲啊，哪会安尼？无甲当作要紧的时阵，咱看见受苦的人就继续伫遐受苦。有时阵咱讲连制度嘛会害人，就是即种文化。最后，咱进入第10节到12节。第10节伫遐讲，上主决意，互伊受地罪、受苦楚。而且即节毋是足好解释，因为原文的迄个决意有一点仔欢喜的意思。讲啊，上主看到伊受苦欢喜，毋是上主欢喜，是上主欢喜将伊的受苦变做一个拯救的工具啊！当即个受害者的性命受苦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转变做一个拯救的过程。所以后壁才会讲，伊献性命赎人的罪。即句话原文是阿sam，阿sam就是赎罪祭，伊正做赎罪祭，要互人因为伊甲上帝和好。咱知影赎罪祭是一个礼仪的概念，咱今仔日做伙领圣餐，嘛是一个赎罪祭。耶稣拍破伊的身体，流出伊的血，互咱甲上帝搁一摆和好。而且讲起仆人的工作，就是赎罪祭。11节讲，经历受苦，伊会看到光。即句话咧，开始对即个受苦的仆人做出一种的肯定。嘛是咧提醒读者，是观看的人，受苦对咱有甚物意义？受苦敢会互咱看到光？后壁佫加一句讲，义的仆人会互真侪人正做义人。即两句拢同款的意思。受苦敢会互人看到光？义敢会互人正做义人？耶稣为着咱受苦，是毋是会互人搁较侪人通正做义人？所以伫遮有一个真要紧的概念，得甲咱讲，即个过程，信仰的过程，你敢有目睭敢有光起来，敢有看到？你过去的认知、理解敢有晓悟？清义敢互你搁较深认捌真理？到最后，因为安尼，上主要荣耀受苦的即个仆人。12节，所以我要互伊分着所分应该分的份额，要将赠礼品互伊等遮。所以诗歌最后是用清义甲高举做结论。这毋是要甲苦难甲美化，是要甲咱讲，上主互人受苦，目的是要为着修复甲公义。伊将仆人列伫伟大的人的中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替人付出性命，各为着罪人代祷。咱看到最后罗卜的受苦，毋是终点，伊受到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伊互侪人得到称义，互人的罪得到赦免，也互世界得到更新。这是今仔日咱看见上主罗卜的工作。就是最高峰的结束。各位兄弟，今日这段经文，咱会当学习什么款的功课？咱来思考几点。头一项，今日经文咧讲起上主仆人的特质。
进前已经讲起，进前3首歌已经讲起啊，即个牧人安那，伊真恬恬，吼，真低调，袂喧哗。伊要工作要到万邦，伊是一个受教的门徒等等。但是今仔日第4首将上要紧的主题带出来，牧人呢是要通过受苦来实现上帝的公义。通过受苦来实现上帝的公义，这是一个无容易理解的主题。通过受苦，上帝的工作才会当完成。所以，这个牧人的形象，咱看到无亲像人，互人想要导向排斥，甚至想要甲气散。所以，伊互上主高举这样代志。互看到的人着惊，这个着惊真要紧，着惊才会带来改变。当咱读到这个受苦的故事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安那着惊？讲话讲袂出来。进一步来，咱来问，咱敢有因为安尼来改变？这是耶和华通过罗卜的形象要带来的一种的改变。咱本来徛伫一个可能悬悬的位置咧读这个经文，但上主这个事件将咱的位置刷到迄个受苦的迄个人遐，所以咱的眼光嘛为悬悬的眼光带到迄个受苦者的眼光，所以眼光转移，思想改变，咱定心认捌受苦是甚物意义。所以这个故事真要紧，互咱想，这个上帝是甚款的上帝？伊互伊的仆人行受苦的路的这个上帝，伊要安怎塑造咱？咱若要共款要做一个军队上帝的子民，伊要安怎塑造咱？是毋是咱嘛爱去体会受苦的意义是甚物？所以罗卜的形象真要紧。是一种挑战，也是一种条件，互咱醒起来，定心思考，上帝爱咱学甚物。所以咱进入第2，今日咧甲咱讲受苦的意义，什么叫做受苦？今日经文特别甲咱讲，受苦是一种替代性的承担。受苦就是讲，用家己的性命为着别人来付出。愿意为了别人的性命来付出家己的性命，在背后有一个最要紧的体会，就是讲这位上主的仆人，伊有意识到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伫咱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啊。这个恶性的循环就是啥？伤害佫造成伤害，死亡佫造成死亡。伤害甲死亡是一种永远伫遐袂停止的循环。啊，这个恶性的循环，要怎甲终止？要怎甲拍断？只有一个方法，通过家己受苦来完成。毋是讲哦，我比你较有气力，我比你较敖，我比你较强，所以我会当用我的方法。来叫你袂使安尼，伊毋是用即种方法，伊家己选择的，即位所谓讲 nobody 的即位，伊选择自我牺牲的方式，伊愿意进入迄个暴力的现实中间，通过伊的死来终结死亡，终结伤害即个循环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真有意思，对受苦的定心了解，受苦是有意义的。因为受苦会互迄个伤害甲死亡的循环停止，重新开始。暴力袂阁成做世界唯一的一种的声音。这个过程对咱今日咧读以赛亚书，对这受掠的以色列人真有意义。这个真要紧的学者林肯说，伊讲。在受掠要归回的以色列人，读到这段以赛亚的歌，对因真有意义。
因为伊转去故乡的时阵，会发现讲因所想象的，甲真实真无共款。因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也并无一个代表王伫遐。因的世界嘛是一个毁灭的世界，因爱伫遐定心起坐啊。所以布林肯说伫遐讲，即个受苦才会当得到定头生，定心得到新的可能的即个故事，对这受掠要倒转的以色列人真有意义。这是一种伫5梦破碎了后定心生出来的神学。咱人讲是对死入生的神学，由死入生的神学，嘛当讲是一种过活的神学。这毋是咱今日咧讲的成功的神学，拢免经过苦难，上帝就要互咱得到荣耀。苦难有意义。有影学者布鲁克曼嘛感觉这段经文真要紧，帮助咱去思考传统神学内底有时阵会错误。咱有时足紧走入去一种胜利主义，信耶稣，上帝就要互我赢，互我胜利。是一种错误的因果的神学。这个人会安尼，就是伊犯罪，伊做毋对。咱有一种报应的神学，甚至有一种足简单的逻辑，看到人受苦，就讲这上帝在甲处罚。所以布鲁克曼讲，今日这段诗歌对咱有真大意义，互咱定心思考，什么叫做拯救？上帝权力是什么意思？上帝权力常常是通过受苦来完成。是通过软正来表现伊的困难，所以真有意思。布鲁克曼最后讲，伊家己伫个释义内底安尼讲，即个仆人拄好甲今仔即个世界逐个真高举的另外一个形象做对比。即个形象就是德国神学家、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讲的超人的神学。尼采讲，逐个人拢都爱做 Superman， 做超人，爱强，爱赢，你的意志爱有够强，才会当赢过这个世界。但是今日仆人的形象完全无同，是通过受苦，通过软正，通过见效来完成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仆人的歌也帮助咱今仔这个时代。对受苦的人有更较深的敏感，咱毋是干那拄着人受苦，毋是干那讲你着较吞忍的，你着爱忍受，这种的思想无够好。咱爱去想着为什么人咧受苦，所以咱爱愿意参与伫即个改变即个互人受苦的结果的工作，做一个旁观者看。咱嘛爱得到觉醒，得到改变。所以今日经文伫遮，甲咱带到最后一点，就是咱读到53章拢用咱做主事。今日经文咧挑战咱，是毋是愿意做改变？为呾开始改变？对咱可能错误的认捌，改变做真正看见。咱是53章一直出现的字，咱还是讲咱遮的人，用足侪解。而且对咱来讲，咱亲像犹太人，会当去体会到受苦有意义。过去因去用掠去巴比伦，伫巴比伦帝国遐受遐尼侪苦楚，心内可能想讲，这是上帝咧甲咱责罚，敢若安尼想尔。但是当因定心去思考，才会经过苦难，才会渔民咱过去一直用即个概念，渔民村落来遮人，经历过受掠、受苦，村落来遮人，因会去回头去想象讲，上帝通过苦难带予咱新的意义。所以犹太人读到这段，伊会当改变。
爱尔兰的学者 Katie 嘛提醒咱嘛爱甲即段经文看做讲，咱过去的错误的人物要安怎纠正的一个过程，这也是一个信仰养成的过程。吼，亲像今日经文内底咧讲的，咱常常用权力、用错误的价值观来看别人。当咱看到即个仆人面貌无好看，无好的外表，看来伊敢若受人甲伊见笑、甲伊羞辱的时阵，咱就看见伊，咱无用好眼光来看伊。这是一种错认。错认爱通过信心的眼光来调整，定睛看见真相，看见真理，咱嘛才会当为骄傲变做谦卑。吼，这是启示这位学者咧提醒咱的。所以今日经文甲咱讲，面对受苦，咱的信仰嘛会经验一个信仰解说的转变。咱对信仰的理解通得到改变，然后咱来承认，可能咱明捌了受难，所以咱过去已经犯错，过去错解别人，看轻别人，无甲人当做人咧看，这拢是一种受慢的骄傲。但是骄傲受慢无要紧，咱会当继续带出新的责任，嘛以后毋通阁错读这苦难的经文。了解家己的信仰的改变了，带出一种新的信仰的责任。我想这是今日咱读这首仆人的歌，对咱真要紧的启示。各位兄弟，仆人的歌毋是干那咧讲，互以色列人，嘛是咧讲互咱今仔日，因为这个仆人的歌的故事。嘛，指向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伊的拯救，而且讲起见笑要变做荣耀，耶稣定十字架是上见笑的代志，但是伊叫上帝甲伊高升，互伊过活上天。这就是咱进前咧读腓立比第2章50到11节咧讲的主题。基督也正做这个仆人的形象，带来过活的愿望。咱今日做伙领圣餐，也是要体认耶稣用义人代替不义的咱受苦的这个道理。希望咱确定也用谦卑的心，做伙来领受主要赏赐咱恩典恩赦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孝堂的上帝，阮今日通过第4首仆人的歌学习真要紧信仰的功课。主理的工作是通过受苦来完成，阮也着学习去体会这个受苦的道理，无用旧的眼光看人对待人，用新的眼光定睛认捌受苦的意义，也愿意参与伫受苦的道路顶头，阮缀主行这条互别人的活命，通因为安尼。得到丰富的一种的信仰的人生，阮将阮今日的学习献上感谢，也求你继续带领阮头前信仰的道路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要举行圣餐，圣餐进前要甲主地道进前，咱请起立。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，请起立。我信上帝，上帝要创造天地自在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万有主，与天主同在，并且是路马来受洗，以为流来多年来所变形的气开造灵物，在天下用过我，就你那在上面被上帝的话语，因为要来从化西亚，我
徛伫来吟圣诗355首，圣诗355首，阮家自集甲主做道。请坐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回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，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。咬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直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听主说的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伫受掠迄暝，有摕饼祝谢来擘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恁囡仔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主耶稣奉掠迄暝有摕饼祝谢，咱也要照伊的名大声来感谢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舍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个摆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领受这个对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血，对你有恩典的帮助，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。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
主耶稣讲，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听无比即个搁较大的。咱领受着饼的时阵，请咱默想。这是基督的身体，为着咱拍破的。咱大概食的时就安尼来纪念伊。咱三个来享受。主要所讲，即个杯是新的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你们大概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长老来服侍。主耶稣讲，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听无比这个搁较大的。咱领着杯，请咱默想。
这入个，咱大概领受时阵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做伙来享受。恁大概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。咱做伙来做感谢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朋友阮灵魂真正的食米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。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嗣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以后会当荣光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是公道的时间，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头一项，为着寒假的期间的出国旅游出入平安甲学习；第二项，为着台湾立法院会当维持民主的制度；第三，为着全球宗教的自由会当公开来敬拜上帝来祈祷。请咱大家做伙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苏县长拟必选即书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。拆馆的阿伯伯，这段时间是学生休寒的日子，侪人有安排伫台湾或是出国旅游。后礼拜要开始旧历年的假期，有搁较侪兄弟姊妹会转去故乡团圆，做伙家村探访亲情。拄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出入平安，每时每刻拢有你的同在甲引带。你嘛赐阮有好的休困，甲厝内人有亲密的交陪分享，互阮人生得到快乐，为新年度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以及事工准备好势。公义和平的主，过去一年外以来，阮看到真侪立法委员一再推动毁坏宪法、扰乱政治的法案，阻挡总统提名的人选，搁拒绝审查国家预算。阮实在真惊吓不安，嘛反倒因会为着家己的权势甲利益，无惜储备阮的国家甲民主自由制度。阮将阮的挂虑摆列伫你面前。求主立法院掌权，消除一切无公义，互所有的立法委员检察毋是同一个政党，但是大家拢应该是同一个国家，共同为着台湾甲人民的利益，用心诚实来服侍。感谢上帝是阮赐福，互阮会当伫台湾即个土地自由敬拜你。纵使阮嘛清知，伫世界侪侪所在，阮的肢体无法度公开因的信仰，特是为着军队上帝面对逐款的迫害，
主啊，恳求你保守全世界的人民，拢会当享受信仰上帝的自由，毋免惊吓来敬拜你。嘛求你亲自看顾你的囝儿，诚做因的拯救甲帮赞，伫患难中有关经验主的疼痛，平安喜乐满满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阿门。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为时间的关系，容阮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。2月份的伫月长老是谢凤长老，另一项，咱用感谢心，咱今日来甲主坐祷，来领受上帝天父上帝伊的圣餐。第2项。守护台湾基督会新春来暂停，拜5月守护台湾的基督会，因为过年的关系，所以2月13甲20拢来暂停聚会。第3项，教会有准备新春的红包袋，为今日开始会当互会友来领取。第4项，2月17是新春的过年。所以，伫2月17拜2早起时10点，要举行新春清城礼拜。敬请兄弟全家做阵来敬拜上帝。第5项，伫日8佩戴百合花的胸章。本会单位中姊妹，伫个2024年，会时有推动佩戴这个日8百合花的胸章。教会头前遐有迄个胸章，希望讲伫个2月、3月即个期间，大家做阵来佩戴即个胸章，做阵来关心民主、自由、甲人权的价值，传递的和平、公义、望甲疼的信息。第6项，公益对天献献28事件79周年的纪念，79周年有真侪纪念的行动。另一项是伫个下晡2点，会为日新国小要来出发。伫个2月27拜5下晡5点，伫个教会才有举行28的纪念礼拜。28的讲座。伫个2月28日下晡1点，伫个咱大礼拜堂来举行。28敲钟39响，是伫个2月28日下晡2点18分，嘛是伫个咱教会头前的前庭，才要来敲钟39响。28孩子的纪念音乐会，伫个2月28日。下晡3点，嘛是伫个咱大礼拜堂来举行，邀请兄弟做阵来参与即个活动。第7项，一个 BLS 的证照，咱质量教会一个专班，这是咱本会外展部门的资讯团甲马家医院来合作来办理 BLS 证照的4点钟的专班，完成。训练并且有通过测验了后，会当摕到一个证书。时间是伫个3月初7，礼拜6下晡1点到5点。人数敢若要20名，请踊跃报名。第8项，神学系的报名，神学系台湾神学院神学系有伫个咱教会总总有4门的课。开学期是2月23，所以伫个拜1、拜2、甲拜5拢有课程。伫个咱教会实在是真方便，因为咱会当接受到大神共款，甲真学生共款的训练。咱希望较侪兄弟踊跃来参加。第9项，2026年爱的练习室夫妻的使用团体开始报名。报名到3月31日，若是
已经结婚，还是咱的有人要结婚，伫咧今年要结婚，拢会当欢迎来参加。这是咱对咱婚姻、对家庭拢有真侪帮助。邀请大家做阵来参加。其他团契消息，春期的时间，请咱家己看。下周的事项，2月15，下周的事项，请咱家己看。顶周的出席甲奉献，也请咱家己看。这时请起立，奉献师来做咱奉献的祈祷。谢谢。下面要邀请题目师来补充报告甲请安。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有几位来宾吼，头一个是一个家庭吼，陈丽玲甲囡仔王兆廷、王顺宏，请起立，互阮甲你欢迎。欢迎为美国洛杉矶倒转来，刘聪辉甲即个王桂美牧师，欢迎。请咱兄弟大家彼此请安是咱来吟上吟387首，387首，献光归圣父上帝，请起立来吟。同时煞会请题目师祝祷。愿上帝平安，我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、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直到议会，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。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，请到礼拜堂的头前，互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。
新山所用的杯啊，请咱选手将伊摕到头前，吼，还有一个落在当底，请咱把咱家己头带所用的新餐杯的杯啊摕到头前，啊，摕到穿堂遐。摕穿堂头前，礼拜堂头前吼，礼拜堂的前庭前庭遐。